从小，爸妈带我吃过太多好吃的高级餐厅，没想到最让我喜欢的，是在那间不起眼的小吃店，喝到那碗简单又温暖的蛋花汤。是它，让我不再觉得寂寞。别管，先擦一下吧，不要感冒了。人来人往，在门外偷看，不经意的望，假装自然。How do you feel the same way？ 需要换衣服给你吗？出现，像太阳耀眼，那我去帮你煮一点一热的。遍又一遍，隐藏了疲惫。你总演得很完美，不想要只能躲在雨特里，爱给的选择不是唯一，能不能就让我们在一起，找存在的定义。I wanna 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 I can't forget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 I wanna 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 I can't forget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 你怎么了？汤太烫了。那我帮你换一个。没关系，现在这样很好。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知道为什么吸血鬼不吃辣吗？因为它是不辣的。这好像没那么好笑。你是我们学校的吗？我是2年5班的。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徐启章。蛮好吃的。好吃就好，多吃一点。Baby, you can take it away. In my pocket,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Cause I like it. 让心跟着自己，逆风飞行，看最美的风景。慢慢靠近 ，Then nothing can beat me。决定，我和你的续集就只会
代表成长，它会冲洗掉所有迷茫。宇宙漫步，张开翅膀，做自己，拼了命，不怕那点梦醒。Never giving， 目标固定，有你的心。当我成为星星，漂泊在银河里，只为闪烁着你，守护在你前行，默默陪你回家的心情。想你 as the night， let me love me， 慢慢靠近 ，and the sky keep 任你拉近，与和你的距离随着风流浪，声音还在回荡，慢慢靠近。真的很不好意思，谢谢。不会了。今天的事可以帮我保密吗？没问题，一定会。要不要我送你？我有车子。高尔生怎么能骑机车？我已经满18了。高中重考过1年。我还是自己叫车就好。你们家这边怎么都叫不到车？我载你啊。可是我没有坐过机车哎。放心啦，我技术很好。我帮你扣。这样会不会太紧？今天都还没机会跟你说生日快乐。等我一下。希望你得到希望，为你心房那扇窗洒下一些阳光。你看那个阿北，速度都比我们快了啦。我们原来都一样。紧张啊！除了我妈，其他都没在哭。哦，还行啊。我觉得你骑得挺好的啊。等下怎么走？前面右转。啊？前面口右转。有没有怎样？你没事吧？干嘛？对啊。怎样？你的眼镜。你终于笑了。真的很好笑啊！想到今天这么狼狈，居然是跟你。现在几点？怎么了？ Not again。怎么了啦？我还有很多东西没念。生日连休息放松的时间都不行了。没办法啦，哪有时间放松？我不能让我爸妈失望，尤其是我爸。如果能就这样赖着，该有多好。
是他哎。叶广啊，你怎么会来啊？我来找徐启章同学。徐启章吗？他不在。那有什么我可以帮你转达的吗？不用了，谢谢你。叶广，谢谢。哎，同学，哎，这个花是不是要交给那个陈老师吗？对，那个老师请你去办公室找他，他找我吗？很急哦。好。哎，不对，这边啊，哎，不好意思。哎，有没有怎样？没关系。哦，不好意思。哦，我的话。哎，陈俊伟，老师说什么啊？等一下啊。陈俊伟。哎，叶广，徐启章，怎么会这样啊？刚沾到了。你等下不是还有事吗？来。走，我们去前面换。好，谢谢。怎么办？完蛋了啦！我等一下还要去接待外宾呢。这么大片。好了，你快去吧。可是我很紧张哎。不要紧张，就像上一次你带外国学校那样子就可以了。可以了。好。 So as you can see, the students in Haicheng are full of passion and energy. I have to say, your school is really good, amazi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showing me around. It's my honor, sir. By the way,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is your principal? I have some question to ask about, to provide me some idea and many things actually, because I'm really amazed. About that part, Sir, Yes, please. from my perspective, I recognize schools should establish a diversified way of development so that students can participate in intellectual affairs more, so as they will be able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s as early as possible. That's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It's my pleasure. this way, that way. 叶广，是学长。你不错嘛，难怪大家都说你是我的接班人。希望不是虚有其表，自己加油。会努力的，谢谢学长。而且你爸要给你一个新任务，要你选学生会长，你真的应付得过来吗？有计划就没问题喽。好，好了，不聊这个了，我们先来整理资料吧。好啊。为什么我感觉瑞最近都在强颜欢笑啊？
需要先帮你点餐吗？不用，谢谢。好，那有什么需要再跟我说。谢谢。待会去帮你冰敷。好啊。你来啊？啊，你怎么又迟到了？还好吧？不是来了吗？这是我们菜单，需要帮你介绍吗？不用，谢谢。谢谢。好。你有发现我哪里不一样？哪里？口红，是你送我的，你还记得吗？哦，你看我都穿成这样了，不是说带我去吃意大利餐厅吗？怎么又来这里啊？这也很好啊，那也太贵了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些餐点你都点得起喽？可以啊，你想点什么就点什么，我不饿。好，那我点一个这个跟这个，还有这个跟这个。这么多，你吃得完吗？当然，还要点这个。啊？不好意思。Hello。我点餐。不要骗我！我没有骗你。你为什么要跟这个死高中生约会？我骗你。那你现在就叫他滚。快走！我拜托你快点走，不要再纠缠我了。干嘛啦？我哪位啊？这里店里的怎样？怎样？所以呢？知道他怎样人吗？妈的，死渣男！你再不滚就叫警卫来啊！笑啊！来呀！笑啊！笑。宝贝，等一下，不去啊！喂，等一下啦！喂，寄放蛋糕忘了拿了。吃慢一点啦，不要再吃了啦。你不要管那么多好不好啊？就叫你不要再吃了，为了他不值得。他不管什么值不值得。心跳还没有拥抱，就已经预料分开会有多难熬。我要去参加车，你要跟我去吗？可以了啦。
戴紧啊，不然安全帽戴那么松干嘛？你这裤子那么多洞，你不会冷吗？不会啦，走了。哦，好，表演顺利哦。嗯。旭旭酱，我爱你。小心哦。旭章，旭。你有前面那台机车。海边一个。哎，赶快继续准备啊！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可以入场吗？可以，赶快进去，谢谢。没关系，我打给我朋友就好。好。你不就是那个启章的朋友叶广吗？嗯，我是。你怎么？哎，Benny，他我们朋友啊，等等开演直接让他进去就好。好 ，OK。哎，阿正，你要准备了。好，先进去哦，等等见。交给你了。好。那你就先那边稍坐一下，待会儿带你进去。嗯，好，谢谢。慢慢靠近 ，and the sky keep 你拉近，雨和你的距离随着风流浪，声音还在回荡。慢慢靠近 ，then nothing can be me 决定，我和你的续集就只为你唱，不断重复，快放。走在这18点钟的操场，还说不知代表成长。它冲洗掉所有迷茫，宇宙漫步，张开翅膀，做自己，拼了命，不怕那点梦醒 ，Never giving， 目标固定，有你的心。让我成为星星，漂泊在银河里，只为闪烁着你，守护在你前行，默默陪你回家的心情。想你 as the night，love me don't be。慢慢靠近 ，let nothing can be me 决定，我和你的续集就只为你唱，不断重复，回放。总有人会来，不需要掩盖，像天空大海，从来不曾分离，也无法更加靠近。不想要，只能躲在月头里。爱给的选择不是唯一，能不能就让我们在一起？找存在的定义。I wanna 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 I can't forget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 I wanna 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 I can't forget your face
motion. I wanna 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 I can't forget